2800拍花灯，伫暗时古花杂色，相当的水。每一拍花灯的背后，拢有特别故事。这是朴济镇旧历过年时阵的景象。今年是台南400，文化局将要伫日本仙台重现朴济灯花。进前虽然是3-4人前就出去参加迄个展览，但是这届是以阮家己为主题，阮家己去遐布置，阮人员。阮的技工拢会做伙过去。台湾的传统的灯笼是不太一样的，因为这是每一个都是用市民自己就是精心设计还有自己手绘出来的。仙台也帮我们宣传，他们大家市民是都很期待的。会选伫日本仙台做展出，除了因为是台南的姊妹仔市，嘛是311当日本大地震的灾区，因此希望透过花灯表达祝福，嘛见证地方的复兴。另外，嘛跟布袋戏团合作，把传统技术呈现伫日本人头前。布袋戏台湾的嘛是一种祝福庆祝，变成咱日本甲台湾的一种交流之外，嘛是甲台湾的祝福带甲日本，有日本看到真正咱台湾的文化。这个灾区一个最重要的，这个灾后复兴的精神就是民间参与。俺希望普济灯会会当互因知影讲，俺大家拢共款做伙利用一个民间参与方式，规个地方的这个文化、社会、经济拢会当扶正起来。仙台台湾节为7月27开始，连续1个月，现场会提供200粒花灯，互日本人体验彩画。作品伫明年朴济灯会展出，达到影像交流、愈在地愈国际的目标。台南新闻协会采访报道。